再来看空军哦，伫平湖下靶场的演练不在威力，嘛造成附近有部分的主体受到损害。空军是强调讲会派人去慰问，卖来提供补偿的办法。伫华树国小上课的学生，雄雄甲老师讲，因看到外口咧庆宴，原来是空军车牌至12伫咧平湖草树石搭靶场进行实弹炸射的演练。会当看到炸射了后，演是请甲真悬，显示部在为着真惊人，甚至连40公里远的马径，嘛会当感受到震动。因若离靶场上外差不多8.5公里的华树，头一日受到冲击，部分的人家厝嘛受损。身体会较袂旧来。炸射都拢会闭开的，拢会离开。只有逐间厝吼无完全的，拢有裂痕啊。届时也会派员赴这个万安乡花语村实施慰问，还有一些设施损坏，会做适时的这个释处，并适时的这个做补偿。空军讲会派人去斗修理，因若华苏在地人是体谅国军实弹演训的重要性，表态支持。为着要减少射击造成的浸泡，冲击到人家厝，空军即届原底是规划伫咧靶场附近的海域，放大粒的红色气球当作标靶，降低射击的浸泡，甲对徛家结构的影响。不过气球却是雄雄无去，初步研判是因为消风沉到海底。气球是为了让飞行员目视方便。那其实飞行员本身就有雷达投弹的能力，那个有在的话，就增加了你目视再做一次设定，然后你可以用雷达第一个航线先给它做锁定一下，然后更准嘛。体育飞官高志颖分析，无论是用靶阵也是气球，拢是希望降低对人家厝的影响。虽然东部的海域较宽，离徛家较远，不过因为海底搁较深。厝内干来当请海军舰艇拖靶船，才搁做实弹射击，而且考虑射击了后碎片喷出去的范围，所以大部分干那射小型的弹药。若要训练炸射大型的弹药，就干那会当去平湖石搭靶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